路加福音第5章。有一摆，耶稣骑在基尼撒勒湖顺头，人群站等来，爱听佢讲上帝嘅话。佢看到2隻船停在湖順，但5個人離開船，在街尾4、5名嘅，其中一隻船係西門嘅，耶穌就上去，喊佢將船撐開，離岸吸引到。耶穌坐下來，對船上教徒眾人講了後，佢對西門講：將船駛到水沉嘅所在去，然後你撈你嘅同伴並命嘅打魚。西門講：先生，我哋幾夜辛苦，冇打到半米。既然你按樣講，我就並命嘅落去。佢哋並落去後，命到一大群嘅魚。命嘅險險烈烈，佢哋就約束向配隻船嘅同伴來聽數。佢哋來到，將2隻船撞到滿滿，差唔多會沉下去。西門彼得看到這個情形，就跪在耶穌面前講：主啊，請你離開我係罪人。西門同佢哋鄉下嘅人，因為打到很多嘅魚，非常觸驚。佢嘅同伴西庇太嘅拉耶雅各老約翰也親觸驚。耶穌對西門講：唔是講，從今以後，你會得到人像打到魚一樣。佢哋將船駛在岸邊，就並hết所有嘅聽耶穌去。有一擺，耶穌在一個山度，在街尾有一個人全身不太過，佢一看到耶穌，就撲在佢面前，求佢講：主啊，你那係恨，求我使我向你。耶穌遵守命佢講：我恨你搶你嚟。佢身上嘅太過，即時就冇提起。耶穌吩咐佢講：唔好老騙人講，直接去見祭司，本佢檢查，然後照摩西所聽嘅規矩獻祭物，來對人證明你已經搶你嚟。仲係耶穌嘅名聲見傳見人，有千太群嘅人常常刺激，愛聽佢講道，也希望佢醫好佢哋當中嘅病人。耶穌撒早上退到偏僻嘅地方去祈禱。有一日，耶穌在教導人嘅時，有到對加利利嘅各鄉鎮、老猶太、耶路撒冷來嘅法利賽人同經學教師也坐在船頭，做嘅能力同耶穌強下，本機會醫好病人。有幾個人講一個睡在門邊等嘅癱風病人來，想愛將佢講到屋度去，並在耶穌嘅面前。仲係因為人當多，佢哋冇法度講佢入去，就將佢講到屋當去，拆開瓦，將佢連門柄吹到人群中，並在耶穌嘅面前。耶穌看到佢哋嘅信心，就對癱風病人講：朋友，你嘅罪得到赦免嚟。佢哋經學教師老法利賽人議論講：這個人係乜人？樣板敢講侮辱上帝嘅話？除了上帝以外，乜人有殺罪嘅權柄呢？耶穌對佢哋想乜嘅，就對佢哋講：你哋樣板按樣想呢？對呢個人講，你嘅罪得到赦免容易呢，也係講放起來行較容易呢？呢下我愛對你哋證明，人子在地上有殺罪嘅權柄。就對癱風病人講：我吩咐你放起來，聽你嘅門柄轉去落下。嗰人即時在大家面前放起來，騎自家所摔嘅門柄轉去，歸入頌讚上帝。大家非常觸驚，滿心敬畏，頌讚上帝講：原本嘅外條看到真奇妙嘅事咧。呢個事以後，耶穌出去，看到一個稅務人，名按多利未，坐在稅關。耶穌對佢講：
來聽我。利未就放起來，並提一切，去聽耶穌。利未在自家屋下為耶穌大擺筵席，請到稅務人留其他嘅人也來共下食飯。有到法利賽人留記到強派嘅經學教師，對耶穌嘅學生發言人講：你哋樣板同水管老法人共下飲食呢？耶穌對佢哋講：健康嘅人唔是醫生，有病嘅人真愛。我來嘅目的唔係愛扶修義人，係愛扶修罪人悔改。有人對耶穌講：施洗約翰嘅學生常常禁食祈禱，法利賽人嘅學生也係安樣，只有你嘅學生又食又啉。耶穌應講：新郎還在婚宴嘅宴席中，你哋敢做得喊人客禁食？當然做唔得，總係時間未到，新郎為本人對佢哋當中帶走，這時佢哋就愛禁食。耶穌又實比喻對佢哋講：某人將新衫拆一堆下來，拿去補舊衫，那係安樣。新衫拆爛脫，拆下來嘅新布同舊衫也合唔到。也某人將新酒裝在舊皮推肚，那係安樣。新酒會壯烈皮推，酒會流出來，連皮推也壞脱去。新酒愛裝在新皮推肚裝錯。你哋啉老酒以後，無想愛啉新酒，你哋總講還係老酒較好。